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述显而未定。那显而未定呢，我们就看到第63页，那讲到说，成为智之趋入境之志向清晰显现，亦对此不能以身决定的了知呢，是显而未定的性象。那第一个呢，就提到说呢，他对于说自己的趋入境呢，就是显而未定呢，他对的自己的趋入境呢，是要志向清晰的显现呢，但是呢，对此不能以身决定。不能以身决定的意思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兼顾于就是自己的自知趋入境，他没有办法升起一个兼顾。没有办法兼顾的意思呢，就是他没有办法正得的意思。那这边呢，讲到说于志向清晰显现呢，那讲到说于志向清晰显现的时候呢，就提到说呢，只要是显而未定之的话呢，它一定呢是属于无分别之。为什么呢？因为它对于志向呢是清晰显现的缘故，所以从于志向清晰显现这一点呢，可以显示出只要是显而未定之呢，它就一定是属于无分别之。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呢，那这个例子记得就是在之前呢，我们有讲过，就是显而未定这些例子呢，就比如说呢，我们决定呢，就是跟一个认识的人呢，然后跟他见面，然后我们在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很专注于就是说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然后对于说我们所讲话的这个内容呢，因为非常专注的缘故，所以呢，当隔天呢，我再去回想的时候呢，我只记得说我们两个呢，昨天探讨了什么样的内容，那我们的主要的意思呢是在讲什么，我们所谈的内容到底是在讲什么之外呢，那我对于他昨天到底是穿什么衣服，那他穿的鞋子呢到底是穿什么款式的鞋子，那他手上呢有没有戴手表，还是这些细节呢，虽然说对于说昨天来说呢，它是志向清晰显现，但是呢我现在对于这些呢，就是完全不能引申决定的了知，就是我对于他的这些穿着，或者说他手上是否有装饰等等呢，我完全现不起来。那这种呢，就是讲到说，这就是属于显而未定之，就是他对于志向能够清晰的显现，但是对此呢没有办法引申决定，没有办法引申决定，是他没有办法升起决定之，就表示他完全没有正得的意思。虽然说他能够对于说他的自己的趋入境呢，能够志向清晰显现。那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看到志向清晰显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一定是无分别之，所以就讲到说，只要是看到志向清晰显现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他在显现的时候呢，一定是不掺杂异共相的。所以呢，我们讲简单一点的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我们在听一个很好听的音乐的时候呢，那虽然说这时候我们在看书，但是呢，因为你心呢就是听到这好听音乐的时候呢，你心完全专注在这个音乐之上的时候呢，虽然说你眼睛呢看着这个书本，但是呢，对于它里面内容在写什么呢，其实你是完全现不起来，然后你也没有办法知道说你现在到底是在看什么东西，因为你的心的所缘呢，完全专注于就是在音乐之上。所以对于说我们能不能引申决定的了知呢，能不能引申决定，最主要是决定在哪里，就是决定说我们的心到底是专注于哪一方。当你的心呢是专注于在音乐的时候呢，虽然说你的眼知它很明显的是在看东西，但是你到底看的什么内容呢，你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就是因为你的心它并不是在眼知上面，它主要是在耳知之上的时候呢，就是你主要的能力跟作用是在耳知的时候呢，你的眼知虽然有在看，但是你这个时候呢，对于你眼知所看到的东西呢，自然就没有办法产生决定。同样的呢，我们在讲说成为自知趋入境的志向清晰显现呢，在讲述这个的时候呢，那就可以回到呢，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瓶子呢和瓶子之上的像是无常、所作、能生等等呢，这些都是属于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那我们之前有讨论到说，什么叫做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呢？就是说，当眼视呢，他在看到瓶子志向的时候，就看到瓶子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和他就是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这一些，像是瓶子之上的无常、瓶子之上的所作、瓶子之上的能生，这些呢是同样呢是能够看到的，所以它成为呢自知趋入境的志向清晰显现。那成为志向清晰显现之后呢，那对于说这个直凭眼知来说的话呢，它能不能对于说瓶子之上的无常呢产生
引申决定的了之呢？并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了，就是瓶子之上的无常呢，我们就讲到说无常呢，它是属于即隐必分，所以既然是无常呢，它是属于隐蔽分，它既然是隐蔽分的话呢，就表示说现前呢是无法领纳的。最初呢，要能够证得它的时候呢，一定是要透由正因呢，才有要依靠着自知正因呢，才有办法证得的这种呢，叫做隐蔽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讨论到说，那对于直品眼知来说的话呢，那它对于说像是瓶子之上的无常来说，瓶子之上无常是不是直品眼知对他来说是属于显而未定呢？因为它是成为自知趋路径的志向清晰能够显现，因为你不能说它对于说直品眼知对于说瓶子无常没有办法清晰的显现，这个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讲到说，既然它和瓶子是属于观待实境自性成住同之一的时候呢，所以当直品眼知看到瓶子的时候呢，它同样的也会看到瓶子的无常等等，这些对于说直品眼知都会清晰的显现。那这个时候就会问到说，那瓶子之上的无常，它是否呢对于直品眼知来说呢是属于显而未定？因为它成为了自知趋路径的志向清晰显现，但是对于这个对此呢，就对瓶子之上的无常呢不能引申决定的了知。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探讨到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人怀疑说，直品眼知呢，它是否呢是属于显而未定之？为什么是显而未定呢？因为它对于说瓶子之上的无常呢，志向清晰的显现，但是呢，对此不能引申决定的了知，所以它是属于显而未定之。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在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其实是没有过失的，因为直品眼知呢，它并不是说对于自己的自知趋路径的志向清晰显现呢，对此，那我们知道说直品眼知它的自知趋路径的志向清晰显现是指谁呢？是指说瓶子，所以他对于说自己的趋路径瓶子呢，它的志向呢有清晰的显现，而且呢，它也能够引申对于瓶子呢，它也能够升起决定的了知。所以呢，直品眼知它并不是显而未定之。为什么？因为它对于自己的趋路径能够志向清晰的显现，而且呢，能够产生决定之。所以我们在讲说显而未定的时候呢，并不仅讲是说对于境，然后呢有显现，然后呢不能引申决定的这一种呢，就叫显而未定之，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直品眼知呢，它虽然说它对于说瓶子之上的无常呢，它是显现，而且没有办法引申决定的了知，但是不能光凭的这一点呢，就说直品眼知呢，它是属于显而未定之。它不是显而未定之的原因，最主要就是它对于自己的趋路径瓶子呢，是志向清晰的显现，而且呢，对于瓶子它能够产生决定的了知的缘故呢，所以直品眼知呢，它并不是属于显而未定之。所以我们在理解显而未定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把说因为它对于对境呢是志向清晰显现，而且没有办法升起决定之呢，所以它就是显而未定之。光这个样子呢是不够的，所以才会特别加上有说它于自知趋路径呢，自知趋就是它最主要的这个对境，像直品眼知来说，它最主要呢是针对的瓶子。所以对于瓶子来说呢，它对瓶子来说，瓶子可以在直品眼知之上呢，志向清晰的显现，而且直品眼知对于瓶子呢，能够引申决定的了知，所以直品眼知呢，并不能够判为显而未定之。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我们就先上到这边。